我其實好佩服你喎，即係你同舒淇都係，點解你哋可以咁叻嘅？即係做演員做下，點解可以做導演㗎啦？唔單止啊，你而家仲做監製係嘛？哇，犀利啦！咁你哋嗰個視野一定要好闊啦。咁我想請問下你啦，咁作為一個監製，你嘅視覺上嚟睇，咁點樣為之最佳電影咧？我相信每一個人心目中一定有一部自己嘅最佳電影。咁有啲人覺得票房好就係最佳電影，但有啲人覺得藝術得到認可就可以成為一部最佳電影。對一個監製嚟講咧，呢兩者係冇衝突嘅。係最好咧，就係製作嘅 quality 好高啦。係咁，同時亦都可以打動觀眾，引起共鳴。最緊要票房一定要好。咁呢個就係最完美嘅最佳電影。咁照你咁講，尋秦記今晚掂啦，係咪？佢係我哋今年票房最高嘅喎，係咪？女仔加油！咁都唔可以咁講嘅，因為上年咧破地獄係票房最高嘅，但係最後個獎頒咗俾九龍城寨，所以攞獎咧其實係要靠少少運氣嘅，係。你填啦我哋。榮獲提名最佳電影包括《世外》，監製楊寶文、曾文佳。再見 UFO， 監製錢小慧、黃德維。風林火山，監製麥浚龍、禤嘉珍。尋秦記，監製古天樂、鄧維拔。張元龍、原案，監製陳可辛。哇，好緊張！第44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電影《再見 UFO》。再見 UFO， 監製錢小慧、黃德維，由耀盛影業香港有限公司以及 Icon Group Limited 出品。呢部電影喺今晚亦囊括合共5個獎項。緊急呼叫！再見 UFO 嘅台前幕後，唔該快啲上嚟。我哋喺呢一度同啲同事上緊嚟嘅過程裏邊呢，我哋首先好多謝香港電影金像獎，好多謝評委，好多謝參加今次投票嘅所有朋友，特別係支持再見 UFO、支持再見 UFO 嘅 Super Fans 啦。咁呢段時間真係唔容易。係好唔容易，咁我覺得拍電影喺呢一刻喺香港拍電影，我哋係要有持久嘅堅持、恆久嘅忍耐。咁我好多謝我哋嘅領航人 Amy Chin， 咁我交俾你。好，多謝，好快啲啦！多謝方面，多謝各位同業，感謝過去有7年同我哋團隊講過加油嘅每一位朋友。再見 UFO 而家仲係上映緊，我希望大家可以喺戲院度睇下我哋團隊嘅心血。我要多謝我哋嘅演員。